问题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解到那个人主波罗蜜，人或者有人跟他讲说，其实修行就很简单啊，就好像说要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比如或者以前刚进道场的话，时常在听道理，就听那个浅显跟我们说，如果人家大声，我们就小声；如果人家小声，我们就无声。这样的话，双方就不会起口角，我们也可以忍下一口气。就是教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忍辱嘛。当然，第二段说，菩萨应立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应住色身心。当然，在我们的六尘当中，色身香味触法，要离一切相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。当然，这个好像讲很简单，但是要在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可能比较要看功夫的啦。比如我们时常说的，我们去菜市场啦，或者是百货公司啦，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好像不把它买回来呢，那个心呢好像很不安稳，就时常在想，我这件衣服很漂亮啊，我要把它买回来，那个心才会放下。所以在百货公司一直绕，原来还是在那件衣服的前面。所以真的要离一切相，可以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呢，在我们修行当中，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，这是或许对这一章的